伫加拿大的台湾侨胞出面来投诉，讲因一家卡瓦5个人摕合法的签证到古巴去游览，但是机场的海关竟然以中国无承认台湾是国家为理由，当场扣押着因中华民国的护照，甚至隔天阁用原机甲因送转去加拿大。咱的外交部已经开始来调查，要来保障着民众旅行的权益。后实建着古董车，台湾人想要体验古巴首都哈瓦那的风情，恐惊有困难。我入境那天就是古巴的12月21号，落地古巴之后，就是准备要就是在海关那一关的时候就被拦下来，不接受台湾的护照，但是中国护照可以这样。然后他们有特别说，就是今天他们开始有这个新规定。原本是真期待去古巴旅游的台湾人，即马煞干那会当伫机场翕相。25点钟了后，就互人遣返。古巴时间12月23半暝，一个加拿大的眼线大桥，一家伙仔摕合法的签证到古巴旅游，海关共款用中国无承认台湾是国家做理由，扣留因的护照。最后等10几点钟了后，隔顿工将因送转去加拿大。外交部在获悉相关情形后，已检视古巴政府网页资讯，目前未见前述限制我国护照入境的相关规定或公告了。相对来讲，古巴它的因为它的整个政策来讲也是一个比较不稳定的国家，所以去前往古巴旅游的这些朋友呢，可能还是要去留意一下你的整个是不是有取得合法的入境的这个资料。根据古巴签证的规定，护照6个月以上的期限，到古巴的观光卡、机票、订房、投保的记录就会使。就算无护照相关的限制，外交部嘛呼吁，伫古巴政府相关资讯也未明确证前，建议台湾人先莫去古巴。嘛已经指示驻哥伦比亚代表处进行调查，卡免权益受到损害。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